多谢张权来讲，在地人在地情。当年农历7月，云林县海线地区有一种民俗真特殊，称之为普渡灯。在地人会伫门口挂普渡灯，来替这火兄弟点灯求路，嘛保庇一家伙平安。随着时代演进，已经真少人伫点啊，不过伊愿为乡亲坚持这个传统。 逐年咱人7月，民间拢会准备普渡法会来祭拜好兄弟。这个古早时代，云林县沿海地区有一种特别的普渡民俗，叫做普渡灯。在咧旧历7月时，家家户户拢会伫咧门下口挂普渡灯来替好兄弟求路，保庇厝内平安。有诶较功夫面顶插一只竹叶，过来这个犁呢边缘吼，就挂4排咧。 普渡灯字眼啊！随时代变化，已经真罕有人会点普渡灯啊。不过嘛是有民众会坚持这个传统，就亲像一户因为有下关考试顺利，就挂普渡灯。这个挂就是挂30年。北港也个有几卡，即嘛拢改也无去咯。 规个7月点普渡公灯的民俗，唔那是为好兄弟求路，展现人间的温暖，嘛是传承古早时代的传统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